宝贝的启蒙书，贝安斯坦熊，学校里的烦恼。作者：史丹·贝安斯坦和珍·贝安斯坦。学校里的麻烦隐瞒太久，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直到小熊觉得一切都不对劲了。大部分的时候，熊哥哥和熊妹妹都很健康，但偶尔也会感冒。所以，当这天放学回家时，熊哥哥又打喷嚏又气喘吁吁的，熊妈妈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她量了熊哥哥的体温，让他上床盖好被子，然后立刻打电话给灰熊医生。打喷嚏、气喘，体温38度。灰熊医生说，让他躺在床上休息，给他补充水分，不要让他上学，直到温度恢复正常为止。熊妈妈遵从医生的指示，然后慢慢的，熊哥哥的体温开始下降了。我觉得好多了，妈妈。他说：“我可以下床了吗？”恐怕不行，熊妈妈说。医生说你得待在床上。不过我们可以尽量让你休息得舒服一点。熊爸爸，他喊道：“你可以把小电视拿上来吗？”小电视还可以遥控。接下来，熊哥哥就很开心地从一个卡通节目转到另一个卡通节目。等他看腻了电视，他就拿出漫画书来。等他看腻了漫画书，熊妈妈就把他的恐龙玩具拿来给他。显然，除了有点鼻塞之外，熊哥哥觉得相当开心。所以，当熊妹妹放学后带给他一份学校功课的资料夹时，他几乎连看也没看一眼。他正玩得起劲呢。但是，当熊哥哥在家玩得正开心时，学校里的同学却在认真上课。在教室里，鲍勃老师正在上一堂新的数学课。他们已经学会加法、减法和乘法，现在正在学除法。在足球场上，布鲁教练正在训练球队，准备跟熊镇队踢一场重要的比赛。贝迪表哥，他喊道：“过来代替熊哥哥的前锋位置，他生病了。”是，教练，贝迪说。这个机会他已经等很久了，一直到熊哥哥康复，准备回去上学时，他才想到学校的功课。算了，他想，到校车上再读好了。不过就在校车上，他听说了费迪和足球队的事情，他很不高兴，所以也就忘记要读书。当布鲁教练在晨间体育课时间举行额外练习时，熊哥哥更不高兴了。看着费迪表哥取代他在队上的位置，让他很不是滋味。接着，当熊哥哥回到教室时，鲍勃老师说：“我希望你读了那份功课，因为我们要来个小考。”小考？熊哥哥说：“考什么？”当然是除法咯。
鲍勃老师一面说，一面发下考卷。即便在这个时候，熊哥哥可能都还应付得了，因为他对数字很在行。如果他有办法专心的话，应该还搞得定。不过现在他满脑子想的就只有费迪表哥踢进球门，而他坐在板凳上的画面。结果熊哥哥小考考得糟透了，他不但答错每一题，鲍勃老师还在考卷上写着很不认真，回家请家长签名。熊哥哥不知道哪个比较糟，是被换角的足球队，还是悲惨的小考。而当熊爸爸和熊妈妈问他学校情况如何时，他又该怎么回答呢？在回家的校车上，他忙着替自己担心，完全没注意到熊妹妹也开始严重的打喷嚏和气喘了。哦，不好了！熊妈妈看到熊妹妹时说：“你被哥哥传染了，上床去。”她和熊爸爸忙着照顾熊妹妹，都忘了问熊哥哥学校的事情，而熊哥哥也没有告诉他们。第二天早上，校车来的时候，熊哥哥没有上车，他躲在高高的草丛后面，直到校车开走为止。松鼠和知更鸟都觉得很奇怪，熊哥哥平常都很开心、很愉快的，可是这天早上却不是这样。这天早晨，他看起来很不快乐，甚至好像在生气呢。哼！熊哥哥大叫，一面踢起一颗石头。不过踢石头让他想起了足球，这让他又更生气。知更鸟飞走了，松鼠也一哄而散。足球！哼！熊哥哥又喊着，一面用力踏着脚穿过树林。砰砰砰！蚱蜢跳了起来，蟾蜍则一动也不动，假装它们只是木头上凸起的木节。学校！哼！熊哥哥吼着，一面用力步出树林。三色堇藏起了脸庞，瓢虫们也都飞回家了。还有，熊哥哥说着，手伸进了书包。除法！哼！他来到一个大山丘的顶端，拿出小考卷，折成一架纸飞机，然后乘着风把飞机高高的射了出去。这个山丘俯瞰着一个沼泽茂密的泥塘。熊哥哥看着考卷绕圈又俯冲，这时他眼角突然注意到某样东西，在沼泽边缘有一栋很熟悉的房子。当熊爷爷听到敲门声时，他正在做一艘模型船，熊奶奶正在烤饼干。他们没料到会有访客，更没想到会是熊哥哥，特别是在上学的时间。没过多久，熊哥哥就说出了他所有的遭遇。熊哥哥告诉他们关于感冒、学校功课、足球队、小考的灾难、校车和考卷纸飞机的事情。熊爷爷和熊奶奶则静静地听着。跟我来，小伙子，熊爷爷说，我要给你看样东西。熊爷爷牵着熊哥哥的手，带他走进沼泽的深处。在那里，他说，
这就是我要给你看的东西。那是一辆很旧的马车，沉在泥池塘里，几乎都看不见了。它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熊哥哥问。那可不简单，熊爷爷说，我惹了个麻烦，结果使这辆老马车掉进了沼泽里。接着他眼神一亮地说，就像你在学校里一头栽进了麻烦一样。事情发生在很久以前，我转错了一个弯，就像你没有读鲍勃老师给的学校功课一样。当时我非但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赶紧掉头，反而还一直往前冲，直到陷得太深，再也没办法回头。然后你就失去了这辆马车。熊哥哥说。是啊，爷爷说，但是我学到宝贵的一课。如果你发现自己走错了路，就不要再继续往前，直到无法自拔。应该倒车，回到正确的路上，然后重新开始。我该怎么做呢？熊哥哥问。我想我们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。不过呢，你先看看那里。爷爷说着，指向一个地方，那里有一架纸飞机，卡在野莓丛里。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说呢？当他们坐着爷爷的卡车一路颠簸地回家时，熊哥哥问道。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。爷爷说着，把车停在大树屋前面。不要忘了这一袋奶奶做的饼干，这可是她最拿手的。当熊妈妈和熊爸爸听到熊哥哥在学校惹上的这些麻烦时，他们的确不太高兴。不过他们也没有大声骂人或拍桌子，特别是熊爸爸。而他看见要他签名的那张考卷时，感觉快要爆发了。即使爷爷已经有试着把考卷弄平，但他还是很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问。熊爷爷说，只是折到了一下。这时他拿出奶奶的饼干，一共有10片。我们来看看，他说，连同熊妹妹在内，我们一共有5个人，所以每个人可以分几片？当然是2片。熊哥哥边说边把饼干分开。看到了吗，小伙子？熊爷爷向他眨了眨眼说，你刚刚算出10除以5的答案了。除法就是这样吗？熊哥哥问。就是这样，熊爷爷说。跟我走。这时熊妈妈用一种没得商量的语气说道。我们要去哪里？熊哥哥问。到学校去。他们上车时，熊妈妈说道。可是现在已经很晚了。熊哥哥抗议。改正错误永远不嫌晚，熊妈妈说，然后他们就出发了。熊哥哥进去教室时，正好赶上小考的重考。因为上次大家都没有考得很好，所以鲍勃老师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这次熊哥哥非常专心，成绩也进步多了。那天下午，在足球队里，熊哥哥也得到了第2次机会。这天的比赛是跟熊镇对抗的大赛，场上的状况不是很顺利。熊哥哥，布鲁教练说，我要你去代替费迪，
我想他还没准备好当先发球员。我很乐意帮忙，教练。熊哥哥一面跑上场，一面说：“你知道的，改正错误永远不嫌晚。”